其實點解同一對父母生出嚟嘅兄弟姊妹咧，顏值都可以係差好遠嘅咧？有研究發現咧，兄弟姊妹其實只係共享咗50% 嘅 DNA， 每個特徵咧，每一次都係重新抽卡同重組。真正決定一張面咧係吸唔吸引咧，唔係靠單一特徵嘅，係成塊面俾人一個和諧係更加重要嘅。嗱，我哋睇下大 S 同小 S 啦，兩個人明顯係有家族感嘅，五官係偏立體嘅，但大 S 嘅面型流暢度會覺得係更高，下半邊面咧收縮感更加自然，細 S 嘅骨感會更加強嘅，輪廓線條會更加明顯。大 S 咧個眼眉個距離會俾人一個平穩啦、柔和力，細 S 咧眼眉間你會覺得銳利啦、有個性。大 S 嘅五官比例咧係更加完整同埋協調嘅，細 S 嘅五官比例咧你會覺得更加凸顯局部嘅一個重點。你有可能會問，咁唔同性別嘅咧，嗱，例如謝霆鋒同謝婷婷啊，兩個都有好強嘅骨相感，眉眼係深嘅，輪廓係清晰嘅，下顎線咧都非常之明顯。嗱，呢啲都係異態性男性特點更強嘅特徵嚟噶。放喺謝霆鋒身上咧，你會覺得成個配合度會更高。嗱，謝婷婷咧同樣有呢啲家族嘅特徵，但係放喺女性嘅身上咧，整體感官會係一個另外一個風格。嗱，好消息係研究發現咧，基因淨係決定咗骨相嘅啫，後天嘅皮相管理咧係非常之影響顏值噶，皮膚嘅狀態啦、髮型啦、身材啦都可以被優化噶。嗱，follow我哋一齊用科學嘅角度去發掘你嘅美貌潛能。